大家好，我係 Supreme 嘅 Caleb， 今日咧為大家介紹一個咧高端同埋高性價比嘅住宅項目，就係 Live Sukhumvit Ramah 4啦。咁佢由上市龍頭發展商 AP Thai 傾力打造㗎，咁將都市繁華同埋超柏椰河嘅美景融為一體。咁除咗有一個 dual location 方面之外咧，咁另外咧仲係位於呢個嘅 Ramah 4核心地段㗎。而家咧仲做緊預售樓花早鳥價 Early Bird 嘅優惠添㗎，一齊入嚟睇下呢個項目啦。嗰個項目嘅地段啦，亦都係佢嘅優勢嚟㗎。作為一個黃金地段，位於 Ramah 4大道啦。咁其實咧 Ramah 4咧喺曼谷呢個嘅城市嘅發展咧，未來將會係一個好多大型商業體落成嘅地段嚟㗎。咁勢必咧帶動附近嘅地價同埋租金。咁亦都咧會成為好多白領族啦或者 expatriate 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嚟㗎。咁如果行最近嘅 BTS 咧，就係柏近龍 BTS 站啦，大概6至8分鐘嘅步程咧就到達㗎啦。咁另外咧隔一個站咧就 Ekimae 2個站就係躺落㗎啦，迅速咧可以到達大家好中意嘅日本人區啦，同埋頂級嘅夜生活區㗎。咁如果行過少少咧，5分鐘嘅車程咧就到達而家最新興文創藝術嘅重鎮啦 ，Deep Museum 啦。呢個咧亦都係受到好多朋友仔歡迎嘅一個 museum 嚟㗎。先講一講 Live Sukhumvit Ramah 4呢個項目啦。咁佢總樓層咧係46層高，總共單位咧係1054個單位㗎。咁包括咧3個房型，包括係 one bedroom 啦、one bedroom plus 同埋 two bedroom 㗎。最主要嘅公共設施咧圍繞住咧都係喺46樓呢一度㗎。咁包括 Serene Co-working Space 啦、Sky Horizon Garden 同埋 Power Built Gym 㗎。同時間咧，佢會有一個270度嘅無邊際泳池啦，俾你喺游水嘅同時咧，亦都享受到咧超柏椰河嘅黃昏美景㗎。首先為大家介紹咧第一個嘅示範單位係 B2 Type 嘅1房31平方米。入到嚟呢一度咧，首先你會見到咧一個好標準嘅開放式廚房啦，亦都有好多嘅收納空間啦。咁特別講到咧呢一度嘅洗衣機咧可以擺落廚房呢個位置㗎。咁左手邊咧亦都有足夠嘅位置咧，俾你擺到一部雪櫃啦，同埋一個嘅鞋櫃㗎。咁廚房咧用一道嘅玻璃趟門分隔咧客廳同埋廚房嘅位置啦。入到嚟呢度咧就係客廳嘅部分啦。咁呢度嘅位置咧係5臟俱全㗎，亦都可以擺到一張2人嘅餐台啦，一個3人嘅 sofa 啦。咁咧而客廳嘅隔離咧就係露台位置啦。有時咧睇完電視想出去望一望美景咧，亦都非常方便㗎。入到嚟睡房嘅位置咧，你感覺空間非常充裕㗎。咁除咗可以咧3邊落床之外咧，好似呢個設計咁，喺床嘅旁邊咧，甚至乎可以擺到一張細細書台㗎。行入少少咧，就係一個屬於自己嘅 built-in 衣櫃位置啦。built-in 衣櫃隔離咧，亦都可以做多一張嘅梳妝台，非常適合㗎。衣櫃嘅對面咧就係呢個浴室嘅位置啦。大家見到咧，亦都係一個非常標準靚仔嘅浴室設計嚟㗎。咁做咗乾濕分離，咁亦都非常方便主人家。接下落嚟咧，第二個嘅示範單位咧就係 Type C4 One Bedroom Plus 35平方米㗎。講開35平方米 One Bedroom Plus， 除咗個 Plus Room 係一個特色之外咧，入到嚟呢度咧有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可以俾你同你朋友咧可以坐低除一除鞋先，跟住先再入去探訪主人家㗎。入到嚟呢一度咧，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標誌性嘅開放式廚房啦，收納空間咧亦都係非常多㗎。咁亦都擺到一部嘅雪櫃啦。中間位置咧擺到一張嘅2人嘅餐座啦，咁之後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啦，擺到一張3人嘅 sofa。咁咧呢一個嘅 One Bedroom Plus 嘅特色位咧就係頭先所提及過嘅 Plus Room 啦。Plus Room 呢度咧佢有一個嘅玻璃趟門咧分隔開客廳同埋呢個嘅房間嘅位置㗎。咁呢一個 Plus Room 就係提供一個非常高彈性嘅俾主人家咧去design 翻咧，究竟呢個可能仲有一個工作室啦，甚至乎一個嘅單人房都得㗎。入到嚟睡房位置啦，有同樣嘅優勢就係做到3邊落床啦，而床嘅旁邊咧亦都擺到一張嘅梳妝台啦。呢度咧亦都做到一個好標準性嘅 built-in 衣櫃㗎。咁睡房呢個位置咧同頭先嘅積咧有少少唔同㗎，咁就可以直接出到去露台嘅位置㗎。浴室呢一度咧，亦都做翻乾濕分離嘅設計啦。咁咧，同頭先31平方米嘅1房相比咧，呢一個浴室咧做咗一個 double access 嘅設計㗎。咁亦都方便翻咧，如果有朋友探主人家咧，方便翻主人家㗎。
總括嚟講咧 ，Live Sukhumvit Ramah 4咧結合咗黃金地段、交通嘅便利性同埋5星級嘅公共設施啦，係一個極高性價比嘅高級住宅項目嚟㗎。無論你咧係買嚟自住或者做一個資產配置啦，都係值得一個考慮嘅選擇嚟㗎。而家咧仲係一個預售階段啦，咁所以咧我哋仲有一啲嘅有限量好景觀嘅單位㗎。咁如果你想索取更多嘅詳情咧，可以聯絡我哋嘅屬編團隊。